虎尾寮污水处理厂本来就有一个旧厂，它的处理水量大概是12000吨左右。那目前来讲呢，随着我们台南市东区那一边跟永康路那一边的一些污水慢慢收集进来，水量有点不够处理，所以在这个地方来讲，扩建污水厂成为必须的事情。最主要是因为为了改善整个三连溪的水质啦啊。那我们知道整个三连溪整治完以后，第一个它已经在沿线都不会淹水啊，但是水质的部分我们要一并改善了啊。所以我们就特地跟环境部来争取经费，来改善整个三连溪的水质。94年的时候，当时呢就是台南市、台南县跟高雄县一起呢签署了一个二人溪整治的愿景。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呢，当时的环保署、现在的环境部，其实我们投入了很多资源来做这个整治。前几年呢，甚至呢在二人溪的出海口都可以捕到呢鳗苗。这一次呢，二人溪的支流呢，就是三爷公溪这边的这个改善包括虎尾寮扩增它的处理的量能，以及呢把上游的污水截流到虎尾寮来处理。那这个呢，对这整个地区的水质的改善会有很大的帮助。那三爷公溪呢，也可以从严重污染脱离。整个污水的一个处理，从这一边把水抽起来。它本来在地下水那个下水道管道系统里面，把它扬升到地面上来。接下来经过了这个地方来讲是除臭系统，3是沉淀池，把一些污水里面的一个比较颗粒状的一个东西沉降下来之后，比较澄清的水进入到第4，溶解在水里面的有机物质，我们利用生物处理的一个方式，利用厌氧跟耗氧曝气的一个方式，我们的一个水质呢，能够把它降到我们符合放流水标准。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请启动三爷溪上游排水截流暨虎尾寮水资源回收中心正式启用。我们跟环境部合作，尤其环境部非常帮忙，对于我们东区的三爷溪上游的截流，还有这个水资源回收中心，能够挹注大笔经费，让我们可以把三爷溪的上游开始，一方面能够截流，一方面能够让水质更净化，那可以让台南市的河川，这改善水质改善更进一大步。大家知道三爷溪的上游很多的部分都是这个家庭废水、民生废水所造成的，但我们一方面是努力希望能够接管。那接管的部分当然牵涉到由政府机关开始，跟民间机关一起来同步并行。另外一方面经过接管之后，这个进入下水道的这些污水就能够经过净化从过去1.2万吨变成2.7万吨，那能够排放这个1万吨的干净的水，那这样子对于三爷溪的水质净化有很大的帮助。大家好，我是杨春怀，欢迎收看9月20日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出身台南的桌球选手陈明志，第8个泡温摕到银牌，也毋过政府所发送的奖金煞只有3万，是拿到当中上少的。教练对此感觉到失望，因此立委陈廷辉、市议员陈怡丁就专工去拜访了解，嘛递件红包表达鼓励。我们幸运是每天没有寒暑假，只有过年可能休息个3、4天。我觉得这个辛苦，然后为了我们台南市，没有想到我们台南市是桌球我们最有名的，结果对我们的选手，对我们选手这样子，我会觉得那个差异很大。教练林佳荣讲出心内底话，认为政府无重视新将选手，连帕运夺牌所发送的奖金也比其他县市较少。对此，陈廷辉指出，台南曾经是桌球的强国，现在较予帕运选手上价奖助金，这对着选手以及教练来讲是打击，呼吁相关的单位检讨奖金制度。但伊也强调，台南成立体育局后，对选手的照顾也是无够，尤其是新将选手的权益，要求市府体育局检讨奖金政策。
就是说从出国比赛的时候到拿奖牌回来，我觉得这种鼓励性质跟被重视的感觉是比什么都重要。那今天因为我们知道从一开始我们得到讯息说，我们台南其实如果拿到金牌也才5万块的奖助金，然后第2名是3万块，所以当时我们就一直在跟市政府反映呢。以真议员，因为他站在议员监督的角色，也不断的跟市政府体育局局长在做这样的一个争取哈。台南市政府做的不够的地方，还是要继续的努力哈。那今天开第一天也当面跟我们的黄伟哲市长提出质询哦，那市长也给予正面的肯定哦，一定会提升奖金的。目前真的太低，一定会提升，会在6都里面取得一个平衡的中间值啦，他当然他认为可能一下子要到最高有困难，但是会取得一个适合的这个中间值。那另外明志选手的部分也会回溯哈，也感谢他为台湾争光，为台南争光。拍运银牌选手陈明志表示，希望政府会当为新障选手建设参就是左训中心的训练场所，让新障选手有更较好的训练场地。希望国家能争取就是帕运选手能成立帕拉运动中心这样，因为后面的优秀的身障选手越来越多，所以需要这样一个活动中心，类似像一般人的左训中心一样，就是能有让帕运的选手能有更好的场地去训练。对此，台南市长黄伟哲也已经承诺提悬夺牌选手的奖金，并检讨各大赛事的奖励制度，确保选手得到应有鼓励和支持。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2024台南第一位棒球瓦礫赛第2龙会通伫台南棒球场热力展开，赛事由统一赛对上中信兄弟，赛事精彩以外，伫开赛进前由金曲歌王谢明佑献唱。演员钟欣凌用台语来小解棒球球员，先予大家感受台语的美好。我的赛，我的赛，若无准备，唔通过来。金曲歌王谢明佑查来我的赛经典歌曲，予统一赛球迷转去到查当前的复古节。第3番是1月13号陈永基。知名演员钟欣凌也佮挑战用台语小解生活球员，台南第一位和统一赛合作举办棒球瓦礫赛第2龙会通。甲台语融入棒球赛事当中，全部要讲台语嘛，是讲你好名有淡薄仔歹念啊，毋过我有练习咯，看你啊，希望我会使表演较袂歹安尼，希望大家会使来遮看来野球。足支持用台语来广播这个棒球的比赛，用台语来去推广运动，还是用运动来推广台语，这互相会使配合的代志，我感觉真赞。其实真侪棒球运动的事，拢跟台语有关系。文化局头摆甲台语的精神，甲棒球这项运动结合起来，希望互更较侪人感受台语的美好。其实早期这个野球场内面咧放送野球，嘛是拢用台语的。按这边的合作用台语来做野球的放送，按只是转来这个文化较早期迄个传统啦。做侪运动开始讲的拢是台语。尤其是野球，无人咧讲棒球，拢讲野球。咧讲各类手法式度、一类手、杀杆度、杀度，客车、劈车，拢是因为日本统治咱的时阵，一寡外来语，咱就照因来讲啊。这场活动吸引一个球迷来欣赏，未来推赛台语嘛会用生活化的方式，互大家拢会当真自然的讲台语，互母语传传落去。台南新闻所采访报道。为了解决新营新东里停车问题，市府成功向中央争取到天5的目标立体停车场经费3.7亿，同时已经发包签约，预计115年完工以后，会增加3倍停车位。
但市新营天五道无票立体停车场就位伫新东里靠近卫生局办公室，依照规划设计，伫兴建地上4层的停车场以后，价位将增加3倍，会当停216台汽车、61台机车。除了停车以外，1楼嘛雕像都无票使用，引进商业和周边社区更加利便。高雄局为了缩短行政作业，该工程采取通报办理。市场黄伟铁见证，高雄局局长甲黄台英做董事长正式签约，预计115年年底完工。停车场总共耗资3.7亿，那总共可以提供218个汽车停车位，还有64个机车停车位。那这是一个中央跟地方协力，能够提供大型营区民众停车便利的一个很好的措施。在节省土地的有限土地的一个情况下，我们提高了更多的使用空间。本来平面停车场只能提供76个停车位，我们现在立体停车场可以提供218个停车位，而且还多了许多黄金宝地的这个1楼的多目标功能使用用途。天五立体停车场其中电动车充电价位设伫顶楼，大约占1成。预计完工以后将委外专业经营，未来除了成为溪北上有指标性的停车场，更是新营区的新地标。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即马真侪网络消息到底是真也是假，真歹分辨。中嘉宽频三观网上注册，结合新台病院社区健康照护中心健康促进活动，亲历社区，一方面甲长辈正确的健康照护，同时宣导媒体所用。由中嘉宽频三观网双子星结合成大医院社区健康照护中心举办健康促进活动，19日上午在北区安民社区活动中心举行，邀请成大医院家庭医学部的医师李冠廷谈骨质疏松，并教导长辈认识骨质疏松的预防与错误迷思。随着年龄的老化，其实骨质疏松是一个无形的杀手。那研究显示呢，髋部骨折1年的骨折的死亡率会高达20%，跟乳癌第3期一样。那这个议题常常也被大家所忽视，所以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健康讲座，能够让大家能够重视这个议题。其实大家在骨松的处理上有很多迷思，比如说吃高钙食物就可以治疗，或是骨松的药物风险很大，副作用很大。那透过这样的演讲呢，透过这样的讲座，那我相信呢，我们的乡亲们能够知道说，骨质疏松的用药，只要有适当的预防措施，其实可以避免副作用，而进一步预防骨折的发生。除了教导长辈如何促进健康、预防疾病，另外针对网络上一些消息，到底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中嘉宽频三观网双子星讲师许曼珍也透过生动活泼的图文，结合时事，甚至影音影片，导入即时查核步骤，教导长辈辨别消息的真假。AI 影片的时候，要怎么样辨别它是真的还是假的？信不信真的的朋友、真正的家人到印象？眼睛还有表情啊，可以看他那个有没有很粗糙的那个模糊，对不对？为什么眼睛追踪还有种模糊的影像，对不对？你去分享这类文章，就等这种的文章的时阵，恁敢有想过要先查证？所以恁即马知影讲有譬如讲买股票，还是讲有啥那个比较好打，真的，真的假的？真的假的？你把那扫了之后，那一份讯息，你就先分享，你就打真的假的，你把这篇传过来，伊家甲你加工，这篇是真的还假？在成大医院社区健康照护中心护理师刘碧金的规划，现场吸引30几位长辈参与，2小时的课程，每位长辈听完课都获益良多。我觉得今天来上课就是收获真的蛮多的，本来我对医学方面还有电视上的那些媒体的东西，我就是还不能够说很清楚分辨到，
就是说真的新闻还是假的新闻，角度的不同造成的就是说，这个观众们的误解。还有呢，就是对于骨质疏松方面呢，我觉得吸收到很多，平常有一些错误的观念，现在都纠正过来。收到新闻的时候，先不要转传，先这个去把它判别一下，这个是新闻是真还是假，那么再透过一些软体再去加深的这个辨别。透过医师深入浅出的说明和语音影片简报与有奖征答，每位长辈都人手一机，实地操作，让整个活动现场充满欢乐与学习。记者林盈根台南报道。中央新闻在基隆，中嘉新闻在台北，中嘉新闻在新北，中嘉新闻在桃园，中嘉新闻在台南，中嘉新闻在高雄。忠实呈现最佳新闻。每周六下午1点，请锁定高雄都会台中嘉新闻周报，带给您最在地的观点，最有人情味的报道。台湾好新闻就在中嘉新闻周报。咖啡加水果是啥款滋味呢？高雄左营有一间业者推出这款山野咖啡，外国游客啉过了后拢讲赞。位于高雄左营区的这家咖啡店相当特别，地点就位在孔庙内。店家的内部采中国风的设计，有别于一般的咖啡店。店长说，因为台湾就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因此店家也采用中西结合的设计。当然，饮品也不例外。店家的招牌就是这杯芒果咖啡。水果咖啡的话，是希望可以让消费者可以觉得咖啡有一个新的品饮方式。那台湾最出名的就是水果，所以我们用水果跟咖啡去做结合。水果加进咖啡，也颠覆一般民众对咖啡的想象。一杯芒果咖啡里面有芒果酱、浓缩的咖啡与意式冰淇淋。店家为了让大家1年4季都能喝到芒果咖啡，特别把新鲜的芒果制成冰淇淋。另外也会依照季节的变化推出季节限定产品，让大家1年4季都有小惊喜。我们食品呢，在食这一块希望可以顺应时节去做呈现。那我们跟着时节走，就是会吃到最丢席的食物。那像最近的话，就是野姜花开的时候，那我们在极短的时间把这个时节的风味呢封存成糖浆，然后跟咖啡牛奶去做结合，然后展现给消费者。在孔庙内喝咖啡是相当特别的体验，中西结合不一样的用餐环境，不一样的饮品搭配，看似违和却别有一番风味。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水果，店家与小农合作，就是要让顾客体验到台湾的四季风味。记者周福庆、陈英君高雄报道。第5届丰北大儿童上街区伫新北市盛大顶场，亲子提起画笔斗阵彩绘公车以外，连道路嘛画上无同的溪水，现场气氛相当热烈。担心我在这，你要换颜色吗？白色的，白色的。小朋友拿着特制颜料与笔刷，开心的在公车车底上尽情的彩绘，还有大型的气垫滑水道游戏。这里就是北大特区大一路丰北大儿童上街区的游戏场。社团法人台湾丰北大文教发展促进会理事长刘德斌表示，活动以冒险游戏为主题，希望倡议父母适时适地的在安全范围内，让孩子们可以体验冒险与发挥创意的重要性。觉得非常非常开心。虽然说现在有点天雨绵绵，但是我们希望我们持续发挥我们的强运，然后让这个再过一下下，我们就可以再继续享受晴空万里的这个气氛。我希望比去年多。就是我们还是延续，因为我们希望人数多一点，才可以让我们想要倡议的东西被人家看见。长期关心教育议题的立法委员苏巧慧、吴其明也十分支持这项活动。他们在活动致辞时表示，将马路变成游戏空间，让孩子尽情享受街头足球、滑水道、创意纸箱等人气游戏。无论是粉笔、彩绘、街道或其他活动，都是越来越好玩，也让社区成为了最好的平台，让孩子们可以平安快乐的长大。
今天是丰北大的5岁生日，也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已经举办好多届了。那从一开始的时候，很简单的初心说把马路还给小朋友。那结果呢？一次比一次更多的活动类型来参与。今天显然又会是非常有趣的一天，所以我们也很期待有更多的好朋友加入。身为2宝爸的新北市议员廖宜坤表示，小时候就是在自家附近的马路上、空地上玩耍，所以呢，能够让所有的儿童也能够体验到这种单纯的快乐，就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小时候，我们都可以在家里的巷道那边打躲避球啊，玩躲猫猫啊，玩捉迷藏等等。那丰北大它其实的用意就是希望说，把这个我们过去的这个习惯跟我们的文化来带到这边来，希望我们的所有的朋友把他的小孩子都带出来，让大家都认识。不然很多的人其实都市化，很多的小孩子根本就不认识左右的邻居的人是谁。那透过这个丰北大这个游戏，其实可以让左右的邻居互相认识，爸爸妈妈可以认识之外，小朋友可以和融。今年的丰北大儿童上街去活动有超过20种的主题游戏，公车彩绘是每年都夯的项目，还有民众是特别带着孩子从土城来参加。对啊，这个活动这样封街也很安全哦。对啊，小朋友的地方可以去，还玩得很开心。我们是要来画公车、画地板。哦，画公车、画地板，你第一次来参加吗？还是曾经参加过？第一次来参加。我们其实是住在土城，对，然后我们知道三峡这边有办这个活动，其实好几年了。那之前刚好就是小朋友还比较小一点，所以就没有带过来参加，加上之前疫情的关系，对。那后来就是因为慢慢的，其实小朋友他开始会发展出一些对于自然环境或者是一些自然游戏场的一些探索的欲望，所以我们发现这边其实有非常多就是其实适合他的，比如说去自然的玩一些素材，或者是做一个我们可能在家里没有办法做的搞破坏的事情。那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让孩子就是有非常充分的一个探索的机会，是希望可以长长久久的办下去。尽管活动当天不时下起雨来，也阻挡不了孩子们爱玩的天性。活动当天参加人次也超过了1万人，充满冒险、创意多元的活动内容，让孩子们度过了一个充满欢乐的周末时光。大家也彼此相约明年再见。记者吕其坤、沈金华新北采访报道。勇气妈咪赵小乔所创作 Forward 一千件的勇气艺术作品，在桃园市立图书馆展出。伊希望这个作品会当造予大家勇气甲温暖。3、2、1，勇敢妈咪赵小乔与爱上一郎共同策划装置艺术展，跟眼球先生与送子鸟生殖中心共同创作 Forward 1000帧的勇气艺术作品，并在日前于桃园市立图书总馆正式开展。作品灵感源自于策展人赵小乔亲身经历的求子之路，也是台湾首座不孕症女性主题艺术品。开展当天，她也带着点点宝宝跟先生刘亮佐出席，希望这个作品可以带给大家勇气与温暖。就是刚开始是因为想要延续我出《1000帧勇气》这本书的这个概念，就觉得怎么样可以继续陪伴，然后不间断。因为其实在求子路上还是有很多女生在这个路上非常的辛苦。那我觉得不只是求子，我觉得在追求梦想的路上，真的就会有很多辛苦跟挫折。所以我觉得如果可以透过我或透过我们家女儿，可以给大家多一点的勇气或温暖或陪伴。所以刚开始只是这样的概念。所以真的很谢谢，就是这次的主办单位，就是送子鸟啊、爱上一郎，还有眼球先生，就是大家一起合力的完成这一个那么棒的作品。对，真的很希望大家看到这个，就会觉得说在世界某个角落还有人懂我。Forward 1000帧的勇气整体是纯白色的独角兽，但仔细看就会发现，独角兽的鬃毛跟尾巴都是满满的约3000个针筒所组成。远看是希望，近看就会感到惊讶。眼球先生表示，这个作品呈现小乔的心路历程，不仅是最后收获至宝的喜悦，也能看到求子过程的辛苦甚至残酷。独角兽这个形象，相信很多人都已经知道有这个神兽这个造型。那但是我这次特别用纯白的这个颜色，然后去创造这个造型。那其实我想要表达，其实就是这个作品其实它最大的元素就是冲突。就是你看到一个很唯美的造型，但是你近看才发现它身上的这些鬃毛啊，其实都是针筒去造成的。那所以就是一个很纯白、很纯净的意象，配合
就是很多人会有点害怕的针筒。那为什么这两个会结合在一起？其实这个作品就是想要说的，其实就是小乔的心情。然后就是在求职路上的很多人，其实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会有很多不为人知的辛苦，甚至很多残酷的部分是他要独自面对的。不管你是不是在求职路上很辛苦的奋斗着，或者是你在生活中也是一样，就是如果心中有爱跟勇气，相信不管是遇到挫折或辛苦，都可以像这个作品一样，就是还是可以很任性、很勇敢的往前进。Forward 1000帧的勇气，从即日起到10月31号在桃园市立图书馆展出，未来也会规划到各地巡回展。希望正在求子路上的未来爸爸妈妈们能够亲自来感受一下这件作品想传达的温暖与勇气，也藉由作品能够鼓励并支持所有在这条路上默默付出的人。记者赖伟一桃园报道。感谢你收看9月20日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杨顺怀，咱再会。